啲先能問到 key 路，啲先能問 key 些皮，喏，這個使點能 key 些皮嘅，容易你條，個因為我知咯，容我哋能前期啊，路係攞到個，我哋多啲種個路啲，就是話種你，只要啲 key 些種嗬 ，key 些皮，嗱嗱，即係即係 key 些種啊，你先能問到 key 些種問容易啲路，問到 key 問到我種到多年嘅，就係路時啊，我到路時啊，路其實能摸啊，有啲先嘛，到能 key 些皮，嗱個我摸天前摸咯，係你個我摸啊，不要人啊，咁廿個知道我咯，你叫你係到個你可能啥嘅你叫你話圖你攞嘢廿個知道摸嘅，嗰度司機嘅你是係嘅司機，嗱你到攞人你攞啦，也不要，有個嘅我你攞嘅佢車冇到啥嘅，嗰度字攞嘛，你需要補充啲啊，嗱嘛你條，嗱你需要嗱嘛，你需要接觸種比較啲你冇可以容易你係嘅，K 你需要嗱嘛才到嘅，人哋都有我到你做幾啥，到差啲日子摸兩個你啥到嘅摸你到嘅，你叫你摸落我等問嘅嗱嗰度先就問你摸可以容易攞咧，嗰部包，我講我哋個係個嘛，我哋個嘛，啊係呢，嘅後來冇係收咗咪嗰啥嘅管嘅，嗰部車種問啊，咁我摸埋啲摸住摸埋啲錢摸咧，就管冇多數啲啊，我因為到咯，嗰部面就需要補充啲啊，需要皮到需要種咪嘅啦，係嗱度咁樣係啲啊，你需要皮咯，咁我你需要皮咯，啲人你寫字咯，嘅嗰寫字種咪咧，人你寫字咯，嘅我嗰寫字你皮咯嘛，皮咯嗱人咯，我乜想，誒嘛皮，如果住皮就會攞，如果用少少就加到我嘅將我慢要用多啦，錢啦，即咁啊，應該你係啊，依人你又俾我拎咗啦嘛，有呢段菜咪頭嗰種當年天前咯，如果到攞住皮個嘛個先地個先種啦，其實個冇對都知道，有時都先攞住嗰個件，大會中寫路寫皮係要注重啊。